你回来了。你穿这样去下楼？我这样怎么了？身为富太太，你连最基本的礼数修养都不懂，穿着浴袍到处走。我在我自己家里穿浴袍怎么了？我不想跟你多废话。离婚协议书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签字吧。这么急？他在夜色会所里认识那个女人才多久？2个月就肯为了她离婚？你要是不肯签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们只能法院见。哦对了，顾家会跟曲家解释清楚，就说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还怀不上孩子。我怀不上孩子，我一个人无性繁殖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这套房子我留给你，再给你300万，你不要贪图。傅先生可真大方，签，我现在就签，我还怕你后悔呢。你说这种气话毫无意义。谁说气话了？他怎么好像变了？任务计划第1步，这是一家 VIP 会员制度的顶级会所，出入全是豪车，城中出了名的贵公子专属小金窝。看我的，找个人碰瓷啊！